發展商雲安地產，項目鴨脷洲單棟樓項目 Portal， 面積由192尺至到757平方尺，由開放式只有3房，合共提供174伙，主打當然細單位1房，一房單位有77間，佔全盤嘅4成，而2房單位有55間，由384尺至到438尺，佔全盤嘅3成。關鍵日期喺2027年嘅2月28日。喺鴨脷洲嘅社區，主要都係街坊客，發展商喺個社區擁有大量儲備，有興趣可以按翻右上角連結，我哋分析過幾個樓盤同埋雲安地產喺鴨脷洲其他項目。最新樓書已經喺3月上載咗，喺未去睇示範單位之前，我哋先睇睇樓書先啦。我哋下邊嘅講解用翻售樓說明書21、23、25、27、29、31同33頁，為咗方便呢，之後我哋會用1至7頁嚟代替。我哋覺得有需要將售樓說明書嘅平面圖搭起佢，原因可以睇到牆身厚度變化同埋啲積嘅開發。呢種搭埋圖嘅做法，過去嗰5、6年應該都做過幾十個樓盤。絕大部分嘅樓書上邊都係同一個比例，其中一個精神就係令到使用者容易閱讀。我哋發現第一張圖跟住嘅2同3，同後邊4、5、6、7 3組嘅比例唔一致，從左下角嘅比例尺一搭埋就顯然易見。一般小市民唔會睇比例，容易被誤導，以為單位睇落大咗。咁巧，今次平面圖某幾張逐級放大，另外呢7張圖嘅中心位變來變去，冇一張一樣。咁我哋重新要將7張圖對過晒啲位置之外，仲要將頭3張加翻大嘅比例，否則售樓說明書攞幾張電子版搭埋一齊，唔啱比例，唔係我哋做法，我哋都怕誤導咗大家。將比例、坐標全部移翻正之後，就係上面大家所睇到1比1，由2樓平面圖去到29樓開積嘅變化，都會因為原生圖嘅坐標引致上下左右嘅喐動。我哋將第4至到第7張作為一個基礎，我哋要將第一組嘅第1張、第二組嘅2、3張分別放大 13.5% 同 3.5%， 先至可以同第4至第7張啱比例。點解我哋嘥咁多時間要將坐標比例排翻正呢？我認為作為一個買家，樓書好重要，一個容易睇嘅平面圖更重要。我哋發現到 D 單位洗手間裏邊，由2樓第1張圖、3樓至10樓嘅第2張圖，去到11樓第3張圖，洗手盆同淋浴間之間嗰個細間隔牆唔見咗，去到第4張由12樓至到27樓又出現翻。咁究竟11樓唔見咗啊，因為其餘嘅層數係多咗呢？由第1張圖去到第3張圖，即係2樓去到11樓，但係突然間第4張圖12樓到27樓喺同一份平面圖上邊，將 G 單位大門比例係細咗，而同層其他單位所有嘅門嘅比例都冇變。用翻11樓去作參考，係咪暗示 G 單位嘅大門個闊度入門口都會窄咗？當然你唔相信 G 單位個大門窄咗，我哋幾肯定呢平面圖出錯。咁究竟係則樓俾錯圖出嚟啊，定係做樓書嘅機構執錯圖？咁至於浴室裏面嘅細間隔牆究竟嘅設計係點樣，真係要詢問翻發展商先知。咁潛在買家喺揀樓當日揀咗單位之後，喺解單嗰陣時記住金睛火眼對住幅圖，呢個亦都有機會構成買家日後踢契嘅原因。咁小市民買幾百萬成千萬樓，究竟有咩參考啊？就要靠呢本售樓說明書。咁做呢本售樓說明書嘅機構或者發展商有冇批閱過？發展商已經開放示範單位，咁買樓去睇示範單位重要，還是睇翻售樓說明書重要？以上就係點解我哋要用售樓說明書裏面嘅平面圖作為我哋影片內容嘅重要性。唔知大家平時有冇翻閱一份文件？你哋對於呢條片有咩睇法？歡迎喺下邊留言討論一下。如果有機會我睇示範單位，我哋就喺下條片再見。多謝大家收看。